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Baron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而家嘅準大學生嘅困擾。根據咧考評局公佈嘅數據，2020年咧分別係有45,000幾個學校嘅考生啦，同埋5,000幾個自修生，即係話每一屆考 DSE 嘅學生咧，大概係有5萬人左右。而家八大院校好似港大、中大、科大、城大呢啲咁嘅學校咧，一共咧約莫係有15,000幾個資助嘅學位，扣翻2000個俾 non-JUPAS 班學生之後咧，其實就係得13,000個學位左右啦。再進一步去篩選，喺中英數通識4個核心嘅科目裏邊咧，你獲到332嘅標準咧，其實考生就係得18,000幾人嘅啫。合資格嘅考生當中咧，仲有6000人啊，係達到個門檻，但會失落咗8大學位，所以平均咧係1.5人去爭1個 JUPAS 嘅學位。好啦，喂，咁其餘嗰幾萬人點樣算咧？佢哋仲有啲咩出路咧？嗱，我作為咧第一屆 DSE 嘅90後咧，當年嘅競爭真係好夾住咗舊學制轉新學制，尷尬時刻。恐怖嘅程度咧，係相比而家可以講話係 double， 真係 double。我相信而家00後同我嗰陣時咧嘅情況差唔多啦。經歷過 DSE 嘅我哋咧，其實都可以稱為苦過弟弟嘅。以下個人觀點啦，同埋立場咧，就唔代表大部分人嘅意見啦。不過，如果你從細到大咧都係品學兼優嘅人咧，年年都係學校嘅 top 10% 咧，以下嘅內容真係未必啱你聽。受到 DSE 洗禮過嘅朋友咧，唔知你哋有冇同我一樣嘅諗法？就係呢6年裏邊嘅中學生涯咧，乖乖地努力讀書啦，交齊功課啦，考好個試啦，裝備好自己，準備去考 DSE，一條路咁樣就去到大學啦。係我哋香港本地後生仔嘅既定嘅過程。當你好辛苦咁去到出成績嘅嗰日，發現自己終於攞到3322嘅呢個最低嘅門檻，又或者更加理想嘅成績，好似夢想同目標終於降臨喺自己身上嘅時候咧，然後你再去查一查嗰本咁嘅星島日報出版嘅唔知咩書仔定係冊子啦，喂，裏邊有晒過往大學錄取嘅分數線，好無奈地你就會發現自己咩都唔係0啊！裏邊最低嘅門檻好多都19分以上先有資格寫落去自己個志願嗰度，咁可以點算啊？係咪？其次啊，當你好幸運地攞到一個客觀上比較所謂嘅中等水平成績啦，我俾你4條4啊！你又面臨第二個問題，就係你嘅成績攀唔上你想讀嘅嗰個 major。退一萬步講，咁換個3大以外嘅大學得唔得啊？唉，唔好意思，依然咧係排隊都未嚟到你。我記得當年啊，平均攞到4嘅朋友咧，最後好成功咁入咗去香港公開大學 OU 啊。但係佢同我講，佢話對佢嚟講咧係一個噩夢嘅開始。每一年香港大學嘅開放日咧，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啲師兄師姐咧點樣去定義大學生活咧？住 hall、上莊、拍拖、走堂係最基本嘅事情。試幻想下，如果你經歷過12年免費教育之後咧，後邊嗰4年嘅大學依然同你以前嘅生涯一樣咧，日日如是，返學放學。咁就真係好應景星爺一部電影《少林足球》嘅台詞啦。做人如果冇夢想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啊？唔知你哋又點樣睇我啱啱講嘅嘢咧？下次再同大家講一講副學士阿蘇同埋高級文憑 High Dip 究竟有啲乜嘢唔同，我哋應該點樣揀呢？如果中意我嘅 channel 咧，記得關注我。